台语字真趣味，乡亲啊，无昼无暗，无暝无日，日做暝，暝做日，台语安尼写。这三个意思看起来真相同，其实意思无啥共款。日做暝，暝做日是日夜颠倒，甲日时当作暗时，暗时当作日时。伊的工课拢爱上大夜班，久长以来拢是日做暝，暝做日，已经真惯势咯。日做暝，暝做日，也有另外一种意思，为日时做到暗时，搁为暗时做到日时，都是不分昼夜，夜以继日，也就是无暝无日。你安尼日做暝，暝做日，无暝无日，直直走总，敢袂伤忝？伊的大头真重，也爱饲某囝，也爱饲爸母，所以是无暝无日，拼死咧做工趁钱。啊，若无昼无暗，是没有节制，没有时间概念。即摆是下晡3点，你这个时间点在食饭，无昼无暗，到底是咧食倒一顿诶？囡仔囝无昼无暗，生到8肚枵啊，走入去灶骹咧压饭骹。阿嬷讲压饭骹就是找看还有饭通食无？今仔日的台语字无昼无暗，无暝无日，日做暝，暝做日，实在真趣味。